苗栗桐花公园里有座客家大院，带人走入复古的氛围。我们客家大院这不是古迹哈，这是民国97年才开始规划，98年才施工，99年4月才完工的啦。细看三合院门板、牌匾、堂号、屋檐都有客家文化的精意，游客不光是走马看花。所以透过刚刚的导览啊，对客家文化有多学到什么吗？有一些比较深奥啊，就是什么五福下山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知道以前客家人就是很重视读书，然后它里面的摆饰啊，真的都有象征出客家人真是很刻苦耐劳，很重视教育这样子。大宅院诉说客家特色，矗立桐花树丛间，油桐与客家紧密相连，典故不能不解。日本人种油桐花呢，也就是要做小型潜艇防水用的，螺旋桨的润滑用的。你回到这个地方，应该觉得比较熟悉吧？有啊，都里面的摆设比较有印象，可是外面建筑家里没有那么豪华。真的，以前住在客家庄啊。时光一转，使用的油桐改以美丽的桐花季，为客家庄带来新活力。哇，我们很难得在大雨天看到有人撑着美浓拿来的纸伞，对不对？刚刚有特别介绍典故，跟这个一般伞一比啊，就更有诗意，更漂亮了。有讲吗？东江漂亮吗？很漂亮，东江。在这样的滂沱大雨天，依旧游客如织，可以完全感受到桐花对大家的吸引力。而坐落在桐花公园里的客家大院，俨然成为一个新的旗舰景点。有讲吗？东江，有讲吗？东江。